下表兄，表妹，女兄只想玩一了。王爷兄来了，快请快请。请问现在是才高有风，一要把现在带走3年一步，我只肯苦用不。公瑾不是聪明，我有不明要在年8内前先出一拜。哪里，这儿来。
我好狠呐！像我表妹几个人一样吃狗，为啥不插上他们这一坨英文？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啊！是那个，你平时多激动的，今日怎么连一个吉他都想不成了？哎呀呀，顾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这小子在哪里担当得起呀？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今在家到王家，这王家虽是清贫，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
是一封书信。郭文玉表兄亲戚，郭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自尊。朋友表兄是你，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有意中秋一笔，曾经长记心的，只盼月老青梅恩爱共结发生。那小是非人员明明另配论据，我这家大王家岂肯不信帮助？若做一次了表心意无论四连心意难丢，上面说为自己满月为门许寿，李子兄弟连声发报，连声发报。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9月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婚前有这子，有作为凭。好吃力！我知道他是冰清若镜，明媚随他的上风白容下李尚书啊，李尚书，你官位尚书少家教，望人清不于民生，月令神人之不论，几次大功，谋杀与他去争吵，这初日顺阳所门庭。老夫子我堂上警告爹娘笑。夫人啊，李亲家此次日的我家，此今晚到举目上京为国。夫人，我去京以后，你月里要好好困得媳妇哦。哎呀，老爷，媳妇姑娘于这于么，我看不会喜欢来不及。老爷，我这个放心好噻。菩萨进去禀告，玉空上了爹娘心。
十里红帐2点3把把人切两配家儿，恰原来他公儿与我把后谈，十字辈恶毒心机太可恨，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越到越里，多少个眼泪啦！要是来你生个大婆儿子，我他不是真正的高兴死在啦！哎呀，我估计个小丫头好像是心心忘给那个丞相了。丞相，丞相，哎。老夫人，收着，丞相来。丞相，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老夫人，你要问我什么？丞相，那小姐的姑娘好不好啦？小姐的姑娘嘛，当然是好的啦。好个，跟那姑娘的小姐人，姑爷。你的小姐吗？小丫头，阴阳怪气、吞吞吐吐的，到底好不好啦？啊？哎呀，老夫人，不是我丞相不能是非，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是不让好啊？是啊，自从婚以来，姑爷他我没当过女人。啊？丞相，可听你公他起来了，小两夫妻还没动过宝。哎呀，二玲啊，你这个婚定了喽。丞相，可能帮我去叫一出来。老夫人，说了我不去。为啥不去啊？老夫人，你不知道，昨天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我没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要是我再去听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啊，还要打我啊？小畜生都变得噶凶残。丞相，跟你上来不是就要假期啊？哎，老太婆自家去叫。丞相，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进宫婆婆呢？小姐，姑爷他不肯上来，你年年都在受亲手的气。丞相，您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给王小姐。丞相，
长妹来了。啊！去！快进我起来！公子，哎呀，读书，读会那个底，起来个礼啊！好说啊，阿玲是个书呆子，我懂道理的。可那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跟那还不要我去这样，手上我不要手。哎呀，你能做啥呀？双手母亲，非要能手，去，能帮我手动。坐一下，来。现出上比我短夸，不错，两官这个门。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手啊！就关门不要上手，侬都是地心之路了。家有远亲，父少无，小子眼生这个度。
说书信，学了夫妻不无母亲，跟了他不拉好风心的。阿丽啊，阿丽。哦，顾客阿里多din几钱啊？快进2万铺来围进来了，真是个。起来，起来！阿玲啊，阿玲！哎呀，阿玲啊，今朝是媳妇对娘没有关门，你为啥不换件衣裳？孩儿不去，不去，为啥不去啦？这没有孙子不去。丞相，大王真正凶手去哪里？那孙子来去，孙子虽好，可惜骨子太轻。这个我操上，刚好一把孙子插着当我本色啊！弄个个我操上啊！弄不起死了！因为叫媳妇多娘，一个人为几个？哎，媳妇多娘，俺来不起，哎呦，一个人为几好在啊！老公，我也不去。那是我也不去。哎呀，小弟啊，离开这一路一个人，我以为民不回去，还得让娘要不放心的，俺不做不回去好在，娘家我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情况不着快点动身。婆婆啊，你是我深深一方为的母亲，给人争取。哎呀，好些我俺不做不放心我在丞相叫我不得叫。去，我们从为自己莫若为门是生。对了，这先生记得为这娘家，分明是顾朋友有一为心。这是个老夫人，叫夫美丽，请少夫人上轿。这下是不是得其身份，不便宜了这个先生？
儿啊，为何不见你灵颜水动来？母亲，工人他用草行业为问去了，故而他没有来。故意让我在母亲面前跟为文官告罪。这也难怪。儿啊，一个不见你受得多了。今日我儿回来，为娘十分高兴，快随为娘进去吧。表少爷，李欣，小姐回来了，回来了。姑爷呢？有事没有来？小姐在什么地方？这人听你夫人去的。好，去吧。是。子父，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心？向小姐初到王家，饮食不惯，起居不便的缘故。为了饮食不惯，起居不便嘛。母亲，儿啦，你此番回来，在娘身边多做几日，以为娘照顾，好好养息身体。丞相，你到边厅吩咐开始去吧。是，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公子令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查阅。儿啊，想你刚到娘家，言虽怎么会有书信来了？母亲，女儿查
亲到来为了事母亲我原来生病的亲父为老夫人之后孤身独守要我做不我叫女儿守家回去。哎，儿啦，你今日回来，负债几月，少债8月，哪有谁叫为妻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言希也来同知就是了。母亲，母亲，这官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这个方女儿委屈，今日这来是梦娘亲。儿啊，你家到王家只有1月，难道只有你不家，没有我娘家了吗？定比女儿不小人，独自为官人在家相扶等，我夫妻同做伴，升堂地如尘，他的心你夫妻恩娘高兴，日子里谁叫委屈不经历。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生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子一孝，留人我一朝死为家门。母亲。母亲，你既然要把女儿委屈，你何必只要女儿自首一小女？此次是来为娘连留你一小都留你不知。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父亲受。留你一小虽要爱你夫妻生活，此次是来你一定要委屈。同上为娘今日病死的皇上，母亲，难道你也要委屈不分？母亲，娘。
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是祝你家到王家，把为娘想得好苦啊！人亲亲，好容易啊，盼得路人马月归，谁知你养着子恩亡国里，我留你一笑都留。你万事要委屈，丞相，当家，小弟我不了委屈他。你怕了，你要委屈，三里你委屈，偏是为娘当初不生我妻，当初不养你，你就委屈吧。母亲，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气恼，女儿百病。
叫他远交而去，远交而回。事情看来是得计所在，不回来了。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把他休了。启禀老夫人，少夫人回来了。啊？他怎么这么回来了？母亲，小姑娘回来着，上来去，孩儿不去，我托上。主娘教了我心里的委屈，弄于不起，以为既才弄于下心教以为来，以为来再弄于不跟上来，我到底为啥？不管，孩儿读书要紧。读书，道理不懂，玩得啥个书？去，两百路上来到小我面前去摆个道理，还不去？啊，弄个桌子上，我的鱼龙珠子还是鱼龙珠子，我到底起不起？母亲，是母亲。母亲她既从今日不明白，她定要拉我上楼来。今日她为准娘家去，她儿臣是有压在先，私行为，我以为她定在娘家旨意说，我去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谁知他远交去又远交回，到时留难推难推，先生啊，先生，像你这样不也不得下贱女，与我面目到王家来，我今夜在人没定。手等天明下楼台。我们夫妻从此空
人家他身上的衣衫多斑驳，他今夜起飞要受我冷，有啥事叫他去还情？那冤家是你不结好意，他反击。眼中钉，像他这种好心肝，还有什么夫妻的情？我不冤家是风水。要不老大成
家，一向你走到平无公处，谁知道这人家他把梁国公竟将我当作真人，想今日乃是我2月之际，你该为这样家我你关心。这人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你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我爹娘爱我是真好，这冤家他把我路边草。他竟这样对待我，我生命这冤家他懂一笑。我还是将一生龙虾。梦想起一归自己娘君这样真是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公进入丈夫，想起天下人不是等于他给你，他来帮人知道，要骂我是你名义不正，我要怪我养你不教。爹娘啊，爹娘，你家女儿真记得那是弟弟走他人，母亲里上了细心报，说到是一将女儿终身许，是郎才女貌皆乱叫。生月令这也好，他那也好，生月令貌也好，他才也高。我是看风神
生新婚小谈什么同往花中招人呀报，谁知道进了王家是领导，我父亲是受尽少四出娘胎18载啊，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我来问你，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他的？
是啊，是我给的，给得好，上来有啊，果然。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盖在我的身上，要想来我一死功名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听着。去报警有木啊！拜见保姆。哎呀，小畜生！女儿许配于你，难道你非要我万怕我受到不起吗？哼！我虽为你女儿嫁过你家，与我共处，你尽管当堂，你要问我一个道理。要问道理，文字先生实际。你尽管当着我骂他，当都当得，哪有何妨？就我这次两你也不管，那我说唱。母亲是你们等我为娘好苦，世上的家大王家，生了临死父临终，就在为娘亲眼看见，真不叫为娘痛心为。儿啦，你快别为娘委屈了吧，母亲娘啊！要是女儿在娘委屈，她没旁人之道，叫女儿也是要做人。你转世次得为娘申诉一封，叫你弟弟回来，定要与这出生病里。弟弟好好在军为国，你千万不能惊动一场。是啊，为娘自有道理，丞相，你要好好我是小子，是来追缴。哎呀呀呀呀呀！看样子我个为人家要擦太嘴了。左右与我将军3年。阿妈
下官闻得不成，生于重病，我连夜归位，臣你竟要下官，这样怒气冲冲，恰是为吾。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难分的情事，使我女儿嫁到王家，便要你未必的生不相生，归不相归，你为不怕到王家与我去临死为累？此话是真的，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我女儿在王里死之一手，我难道罢了不成？李信在与我打讨我父子，挂起大姐有家，亲家哥，你来了，拜见大姑。可曾帮我？你是何人？王月令。皇女。这么当初我恶你成王，曾将你许配于你，养女不教，就怕当不起这个臣服。畜生！你将女儿无故凌辱，使尽带个可耻光阴。他到底与无辜处，你需要把无辜逃离。要按道理不难，你先待女为夫，待女为妻。哼，我待他为妻，难道我养他不顾老吗？满是指养他不老，就是把他另许豪门，我王月令绝无异议。你我先迅速过来，派我来接，我来走。这娘子看看，你滚！这个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兄弟要起进去，要退就退，使劲你万起逃离便当，要是万不起逃离。我岂肯少你？好，你去看来，为你表述。秀英。先生，我尽管做出这样小风大错之事，我今天永离不能。听大哥，我为官之身，阿东的三从四德，岂有不孝？谁家从才家中，从父开以来，农帮我所属。小姑娘家到王家，于规于矩，于道于理，随随三个事情做主，娶着王家，霸着王家，人农不得当，人农不得杀。弟呀！女儿是从家到王家。如今王月令是此病中转弟弟为累，因缘深冤结成，谁知道弟弟开人马，举剑人上。弟弟，你到底有何是做错？你
总该是个明白。女儿虽是死，也要死得个明目。离去，快来！媳妇啊，这是啥东西啊？哎呀，婆婆，这么一封情书，情书是我的娘娘儿的下课啊！婆婆，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跟我那个龙的机智，赵夫人，孙子家快带过对接。哎，好的，对这个，请想，我快点来治病我过来啊！好的，对这个哦。好的，老天菩萨，保佑今世别见世界发动！老太婆很打不动的，请家公门快动不动。我看一击不动，你上剩下的全逃了呢。姓宋是家，难道是对不准因为家对不成？丞相，小姐，丞相，大胆先比，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老爷，这是第一回冤啊！丞相，你仔细想想看，小家东西是弄鬼，儿子王头让我这个广场去。老夫人，小姐参观那天，是我的宋雷母替小姐送上的，那只有专有明明放在帐帘里，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孤夜室里。哎呀，弄个只有这种杀鸡风来个。那天花子之夜，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或者是一种房门口拾的，或者家门是无关的。这里丞相圣马步上根，并不恐惧，这倒是奇怪着呀。李兴，在与我立正，圣马步来为王。是。沈大夫，你可承认这封书信吗？小人不知礼，不知礼。我问你神圣不神圣？不问你自尽不自尽？啊，这是别着我认识沈家小姐的这封情书，我不知情啊，不认识。好一个大胆的沈大夫，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你还官神不知情吗？小人实在不知情，你早是不早？哎呀，冤枉！你是孤身我找！哎呀，这都是国有公子他的旨意呀！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就请不在外人心，要不推着你家小姐的病了走。他写情书一封，叫我连同那种对着兴亡之中有一辆皇宫之的上，好他在这的姻缘。老爷，这一切以小夫人，我关键大老爷饶命！为我将你许配。
王家，想不到这个人如此灵手，为母继父有冤出了你，真不叫为母痛儿啊，你凡是在为母委屈了吧？母亲，母亲。从这个辰光，祖娘王门路弄不过，四门路弄不响。哦，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点八到，弄到来讨鸟家，来不及在，我好悔呀！好鬼，落雨都归来，娘啊！回不该一包金送家当坤，却伤母亲离身影。回不该当初不听娘教训，妻子婆们我够生命。我若令空头生严肃，尽做了不听不逆人。娘啊，私隐啥有长红对啊，你教孩儿真负身。外望娘亲来做主，送进儿娘的言语句句听。哦，侬从今早起听娘的我在啊，好过站起来，多谢母亲。当然啊，今年是大伯之年能上进公考去，要是一个功名证书，要五根线啊，好一个交代，心根线别个道理，夫妻还可以和睦，娘叫侬上进公考去，侬去不去？是孩儿遵命。行了好过，快点进去整顿营装。是。母亲，娘子病重，望望母亲多多照顾。我律师用不着侬操心的。多谢母亲。
几年害你，是今日水落沙出一命啊冤。那眉部下药人有事，我是真心悔过所先前。啊，夫人啊，过去之日休在地，请夫人快日婚告急红光。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害得我们都是多想多心酸。怪爹娘粗心粗许错的人赔了命，这个不因为你问心寒。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一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爱我来钻？我做比受苦受难受到尽，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你就该娶个美貌是美转圈。要是没有我家小姐，请你改成那件女生的衣裳，我看你呀也做不了这个场了。下来，这人啊，起来，多谢岳父。是的儿啊，你莫记贤侄，莫记冤，谢天为父。你为心烈里对陈氏王恩西风光，弟弟呀那日定你大婚台，喜得弟弟更长短，此情在还为替他来送红光。岳母，你且起来，多谢岳母。你站远一点是。儿郎，难为他今日人创为心作儿啊，你配谁文魂把呀给传
为母啊命啊娘啊娘，难道你嫌烦之事都忘我？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他尽管岳母不教把母还。他是个大丈夫儿不女，管他长女不长女。娘去劝，母亲，娘子不肯今日问过，望见母亲再去相劝。阿莲，小姑娘样样个我不肯听，不然话不会听着，主娘不起多美。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不起多美。真不去，不去的是个不去。也罢，母亲不肯去相劝，我总上愿也忘人，就算一生空家他，我连我是啥了？我只愿归一三宝起家园。不从作为这个，我去叨叨美口，多谢母亲。小姑娘，我个新官宝贝啊！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根本都自家来说。叫上绣我啊给牛，新官牛哎呀宝贝牛，阿玲是我个小新牛，小姑娘侬是我个小白牛，小新小白都是牛，老太婆傻白白那2块牛。媳妇啊，侬心宽宽起呼啊呼，见得媳妇来听不不。阿玲从前太亏侬，难为一今朝，别再是来生出。侬可以跪到西，要跪到东。辛苦的回辈是红啊红，媳妇侬三番不离，也是长远不就要去湖上住，各种手脚也是不月亮修日好结拉夫，天中瀑布接龙关，高明夫人与农族啊，婆婆啊，你是修终身啊喽，婆婆的恩德应比呀夫，夫妻不四季有理，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我不愿与他夫妻有，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媳妇
205处，步步的龙中百春。媳妇啥百肯夫妻屋，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媳妇啊，你哪个人情结不不？夫妻中环境谁不安？婆婆啊，我不愿意他夫妻哦，不情愿地着担汤红红的，一情愿地着担汤来蹦来蹦啊蹦，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啊，主意为了南山路啊。阿玲啊，路上要放弃父母们，是非龙状元归的气人冲。哎呀，母亲，后面是天子门生，伴随女婢亲批的辛苦状元，我只能去向娘子下跪呀。啥个天子门生的辛苦状元，要不都要领不着这。切，这，哎呀，母亲，这是使不得的。是呀。就是只是既往不咎，只要你们不求我把小结了，也就是了。